嚟到下晝交易現場嘅時間啦，今日個市咧調整係比較顯著咁出現咗啦，跌幅咧相對比較大嘅。點解會咁呢？嗱，早段咧見到低開101點之後咧，大概係落到去呢個24,100附近嘅水位啦。之後咧慢慢跌幅係擴大，尤其是咧喺呢個中午打後咧跌勢係進一步加劇添啊。最差嘅位置嘅時候咧，曾經跌超過600點，跌過642點啦，落到23,577點，去到呢啲位咧已經係10天、20天線相繼單日內前線失守㗎啦。暫時睇翻仍然要跌超過500點啊，去到23,715點附近，似乎咧未能夠收復翻啲主要嘅平均線啦。而四大指數方面咧都係向下受壓嘅，當中金融指數跌超過500點，落到39,400附近。而成交方面咧都係相對大一啲嘅，有成2,850億幾。嗱，你見到呢個市咁弱咧，亦都要望埋個內地股市嘅情況咧，走勢同樣受壓得比較顯著一啲。包括上證同深證指數啦嚇，講緊呢都係由1%過嘅跌幅。上證咧落翻去3,364，跌咗44點啦。而滬深300甚至係創業板指數咧，更加係跌成1%至2%之間嘅。嗱，個市咁弱咧，要睇下咧今日嘅將啲最新焦點嚟喺邊度啦。頭先提過上證指數、深證指數全線都係向下啦，跌幅亦都相對較大啦。外圍要關注呢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呼籲美國聯儲局減息啦，又話咧佢會運用戰時權力去推動本土關鍵礦物嘅生產緊話嘅。即管睇咧呢方面對於實質嘅貨幣政策啦，甚至係啲原材料嘅供應會唔會有啲刺激啦？不過咧喺特朗普嘅一對嘅措施當中咧，美國外圍嘅一啲嘅呢個財經界嘅人士咧都提到啊，包括江拉克咧就話咧美股咧可能陷入衰退啦，甚至美國整體咧陷入衰退嘅可能性咧有介乎5至6成咁高。另外可以睇埋咧就係歐盟啦同埋呢個美國方面咧關稅嘅措施啦。歐盟咧係首批對美國嘅關稅反制措施咧就會推遲到4月中去先推行嘅。究竟呢個變化對於市況有冇進一步打擊，定係有少少緩和咧？可以繼續關注。嗱，個市況跌得咁急咧，一定要請翻嘉賓出嚟咧，就係沈慶洪先生，沈生你好。係 Kenneth 你好。嗱，為個市況咧，今日就明顯一個大嘅成交，亦都係有成600點嘅回調，兩條咧一路護住我哋上嚟嘅主要平均線呢，都已經失守啦。係咪可以判別個市咧真係出現調整啦？呢次我諗真係進入調整機會係相對高嘅。嗱，雖然我哋見呢之前就嗰條20天線好似幾硬淨啦，今日都明顯係試緊呢個嘅20天線嘅位置。咁啊陣間收市嘅時間守唔守得住，大家再睇啦。不過你從嗰個圖表上去睇呢，其實就個弱勢係有啲即係已經呈現咗。嗱，幾方面去睇到嘅。第一方面嚟講呢，我哋睇翻嗱今日第2支陰燭啦，其實近期都少見嘅，連續出現2支陰燭，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其實我哋如果睇埋嗰個相對強弱指數，即係個 RSI 咧，其實都出現咗一個向下突破嘅情況嘅。嗱，我哋參考翻咧，其實之前喺講緊3月4號到呢一日啦，到大約係應該另一次試20天線咧，就係3月13號啦。當時嗰個 RSI 咧，其實講緊咧都係50幾嘅，即係50樓上嘅。咁今日嚟講嘅話咧，而家呢一刻啦嚇，我哋見到個指數咧，仍然係比3月4號同埋13號為高嘅。但係你睇到個 RSI 咧，已經係跌穿咗50㗎啦。咁即係話俾你聽咧，指數上雖然仍然係冇跌穿3月4號同13號嘅低位，但係個 RSI 咧率先係向下破咗嘅。咁你呢啲咁嘅走勢咧，話俾我哋聽咧，都預示緊後市應該係進入個調整市㗎啦。所以我諗就有個心理預期啦嚇，就上兩次20天線守得到，呢次就未必得啦。咁你話落去睇幾多啊？咁啊睇翻前頂啦，23,200咧，作為下一個目標位或者叫做支持位先啦。23,200咧，同今日咧大概而家係23,700度咧，都係爭500點啊！其實咧要要調整咧，可能短時間內都會做得到啊！喂，但係咧大家要問嘅咧，可能就唔係話睇前頂嘅支持咁簡單。話晒我哋由咧就係今年年頭1月中咧18000嗰啲位上嚟嘅時候咧，累積去到早2日咧，講緊咧累積升幅係超過6,200點嘅。係咪要諗埋嗰啲黃金比率嘅調整啦？如果係嘅話，其實個幅度唔止睇23,200先有支持咁快喎。當然啦，你可以計翻啲黃金比率嘅，你升咗6000幾點，咁你如果睇下嗱，譬如調整翻個升幅嘅0.382，咁啊當然有機會要落到去應該係22,000幾嗰啲位啦。咁究竟係需要調整幾多咧？咁即係呢啲純粹係好坦白講計數嘅啫嚇，純粹一個即係圖表派，咁你計住啲數字出嚟，咁你咪參考翻相關數字作為嗰個嘅支持位去睇咯。咁但係我哋明白有時個市場唔係純粹計數噶嘛，有好多時係受住啲唔同嘅消息啊、因素啊影響住噶嘛。
嘛。咁嗱，我諗嗱，我自己睇法係覺得咧，個市進入個調整咧係正常嘅，因為之前升得真係多。咁同時間嚟講咧，要等嘅嘢咧，或者大家想睇嘅嘢咧，暫時都叫做睇咗啦。嗱，之前大家睇咩啊？譬如話3月頭嘅等兩會啦，咁兩會又過咗啦，跟住之後大家又可能睇企業嘅業績啦，騰訊嘅業績咧之前又出咗咯喎，咁嚟到而家3月尾啦，有咩睇咧？其實係冇咩睇㗎啦。咁嚟緊你去到4月頭啦，或者4、5月呢啲時間咧，其實都冇乜話好重要嘅嘢去睇啦。唯一有樣嘢睇咩咧？睇翻啲季度業績。即係開始出第一季嘅業績啊！咁如果第一季嗰啲公司嘅業績出到嚟，交到功課，咁到時可能個市咪行咯。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就冇乜特別新嘅嘢走出嚟住咧。個市我諗傾向咧係調整嘅，即係話俾我哋聽咧，第一季嘅市就好靚啦。第二季咧可能進入翻一個調整市，嗱調整市就唔代表話一定係所謂大跌嗰啲，未必係嗰啲嘅，可能只不過係出現翻好幾個月一個較為橫行啲嘅狀態咯，一個比較悶局啲咯。譬如上邊可能24,000零有一個阻力啦，下邊22,000幾一個支持，有可能喺呢個區間之內走上走落，咁啊留意翻可能就係個股嘅季度業績咯。明白嚇，可能會變成調整或者橫行格局嘅局面啦。2000點上落咧，有翻2000點都算係咁噶啦。因為之前咧試過咧再悶局嘅時候咧，再窄幅嘅表現都出現過嘅。喂，但係咧我哋要諗翻轉頭喎，我哋咧年頭到而家升上嚟咧，其實有啲講法就係話有長線資金啦，有啲人會形容其實個升勢咧唔係好有基礎，冇乜即係支持喺背後嘅，可能咧有啲虛咁嘅情況嘅。會回調落嚟嘅時候，你覺得嗰個回調係比以往會嚟得嚴重啊？定係還是其實唔係喎？我哋嘅資金仲喺度，有機會咧個調整好快完成咧？你點睇啊？其實係啊，同意啊，要睇住個資金嘅變化。如果一路嘅市回落嚟咧，慢慢我哋睇到成交慢慢萎縮嘅話，咁當然可能係代表開始有個支持啦。但係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咧，當嗰個嘅成交一路萎縮啊，個市一路回調嘅時間，開始慢慢揾到支持之後啦，如果個市開始有翻啲回升嘅，究竟當時嗰個資金或者個成交金額可唔可以增加翻咧，就比較重要啦。即係我擔心係咩咧？擔心個市會唔會回咗落嚟，成交縮咗，到個市企定開始反彈嗰下，成交唔跟住增加喎，咁啊即係啲錢走咗咯。咁啲錢走錯嘅話咧，咁你個市就自然就冇咗個動力，咁變咗你嗰個嘅可能調整嘅時間或者橫行嘅時間咧，又要拉長咗。另一樣嘢我諗要順帶一提翻咧，其實近期或者呢1-2個月嗰個升浪咧，都係幾多北水係參與嘅，即係你睇翻個北水個佔比其實都唔少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北水嗰方面啦，咪每日留意翻嗰個即係究竟係淨流入啊定淨流出個狀況。咁如果開始連續一段時間淨流出咧，都係要小心啲啦。嗱，上日就輕微淨流出嘅，到呢一刻為止，今日咧應該就有個輕微淨流入20零億度啦。不過比起之前呢，喐啲都過百億流入嘅情況咧，明顯就收斂咗啊！嚇，呢個其中一個指標要跟進翻啦。喂，如果係咁咧，我哋就睇下啲熱炒股份咧，究竟可唔可以判別到係一個升市啊、調整啊，有冇人撈貨啦？我哋睇翻咧，譬如比亞迪為例啦，下禮拜一會出業績嘅，本來等咗好耐，之前呢，佢都鋪咗唔少好消息啊，一路浸住咁出嚟嘅。但係咧個股價咧前2日一路破頂之後咧，今日一下咧就回翻成8%落嚟啊！個股價咁樣跌法，其實係咪反映已經冇乜人敢出嚟接貨呢？嗱，你望翻佢哋今日個股嘅成交呢，其實都唔話算係太誇張嘅一個走勢嚟嘅，亦都見唔到話低位咧係咬翻上嚟，即係唔使跌咁多。喂，如果係咁嘅話，連熱門股都冇支持嘅話呢，其實喺比亞迪身上都睇到大家唔係好敢撈貨㗎咯。係啊，你從呢啲咁強勢嘅股份咧，開始都出現翻啲比較明顯呢個調整咧，呢個都反映緊個市場嘅氣氛嘅改變啦。咁我諗嗱，比亞迪嚟講咧，又係好多好嘅消息，可能暫時叫做反映咗啦。之前炒嗰啲自動駕駛系統啊，日前又炒嗰個叫做閃充啦嚇，咁啊充電嗰個技術嘅突破啦。咁我諗呢啲嚟講都係已經喺個股價度反映咗。咁變咗個情況，你今日個市場氣氛一差啲咧，你發覺係回得係好快嘅。咁我諗就算你話嚟緊佢公佈業績都好啦，我諗其實就應該對個股價未必有太大嗰個影響啦，因為股價之前升咗上嚟，亦都有機會係反映咗個業績先啊嘛。咁所以變咗嚟講，反而呢一陣咧，我覺得佢有機會跟翻嗰個大市咯。如果個市真係一路試翻落去嘅時間，你比亞迪有機會再試翻落去，咁你咪睇翻住可能啦。之前呢個拉條線過嚟呢啲位啦，可能大約係300，我諗360幾蚊啊附近嗰啲位置啦，有機會可能現價跌多20蚊到啦。順帶一提亦都提一提翻咧，其實唔單止比
比亞迪嘅，你見近期譬如就算騰訊咧業績好都好啦，都係唔炒嘅。你見得到都係業績好咧，就反而跌咗落嚟。另一隻小米都有類似現象，業績後咧又係業績好嘅，但個股價都係碌咗落嚟。通常我哋都講啊嘛，一啲好消息都帶唔起個股價，或者已經係個股價反映咗咧，就反映個市況轉弱咯。冇錯嚇，成個板當中咧，其實除咗隻比亞迪跌得急咧，隻零跑啱啱望過都有成8%嘅跌幅啦嚇，相對咧跌勢急一啲。東風更加係急挫成9%嘅。如果跌得急嘅咧，可以望埋啲晶片類啦。其實咧之前熱炒嘅中芯，亦都係類似比亞迪咁嘅情況啦嚇。股價咧屢屢咧就係喺高位徘徊啦，但係咧今日咧一跌落嚟咧就講緊7%，亦都係見超過一個月低位，要掂到條50天線啊先有啲支持啊。喂，其實咧都幾反映到呢啲熱門股份咧冷卻嘅嗰個退潮嗰個速度都幾犀利。我諗我咁講咧，升得急你又回得急咯。我諗會係咁嘅情況，呢個都好正常嘅。咁你留意住嗱，而家佢係落到嚟50天線，咁個短期走勢當然就你見睇得到呢個下降軌就出咗嚟㗎啦。咁而家問題就係試翻之前一啲嘅支持位或者頂位啊，即係之前一啲頂可能成為個支持啦。咁有冇機會喺嗰啲位度慢慢轉定咯？即係我覺得都係啦，唔好太過心急住啦嚇。即係睇呢啲股份，冇話跌咗落嚟7%佢咁快去鬧啦。呢個我覺得都係要觀察住先。尤其今日你見佢落嚟呢一下咧，嗰個成交係增加嘅，即係反映緊個沽壓係加大咗嘅。以佢為例，有冇啲咩位或者咩啲指標你睇到覺得係撈得翻呢？而家望落暫時未得噶嘛。其實係啊，你而家你再望落去咧，我諗你係參考翻之前呢啲位置嘅啫。如果你呢度拉翻條線過嚟咧，有可能都要去到起碼咯，我諗45蚊附近啊嗰啲位先啦。咁所以都係慢慢睇㗎啦。因為講真，你之前下邊升咁多上嚟咧，其實如果真係低位買咗貨啲咧，你再沽落去，其實都仲有錢賺㗎嘛。所以變咗嚟講就真係要小心少少咯。我諗睇呢啲股份嘅時間咧，你都係可能反而調翻轉，你要大市嘅氣氛開始慢慢改善啦，企得定啦，呢啲股份慢慢就會定翻落嚟咯。好啊嚇！我哋咧講咗咁多表現差嘅股份咧，睇下咧今日喺藍籌榜之中，成個禮拜埋單計數咧，邊幾隻係跌得比較急少少啦？之前炒得急升上嚟嘅咧，包括一啲內需股、安踏體育啦，甚至係汽車股啦，理想汽車同埋長江基建啦，亦都股價方面咧，今日個禮拜咧都係表現相對差少少嘅嚇。講下隻長江基建咧，美市咧有少少支持喎，係咪嚇捱過咗最差嘅時間咧？你覺得？我諗佢業績上嚟講咧，當然就驚喜就不大㗎啦。咁個問題就可能而家反而大家都覺得長和係都係受住嗰個碼頭事件影響啦。我諗呢度影響咗嘅。咁你話係咪咁快叫做企定咧？如果你睇個走勢咧，嗱佢而家係250天線樓下都穿咗㗎啦。250天線其實都幾重要喺佢嚟講。我諗如果你短期爬唔翻上去咧，暫時都係繼續調整機會係高啲。所以我諗如果你真係睇長見咧，你應該情願買貴少少，佢上翻250天線樓上咧，先至跟進會好啲咯。頭先一度係止跌回穩啊，即係逆市向好。不過美市呢一刻咧，啱啱又跌翻少少啊嚇，做緊47個7毫半嘅。好啦，我哋休息一陣。繼續節目時間，跟進下外圍股市，尤其是歐洲三大指數嘅表現啦。早段咧普遍都係偏軟為主嘅。以倫敦富時100指數為例，跌大概0.2%，喺8686點跌咗15點。巴黎 CAC 指數咧跌緊大概20點，跌0.2%啦。而德國 DAX 指數跌緊55點，跌幅都係差唔多，落到22,943點附近嘅。嗱，講開個市咧咁弱啦，其實都有啲股份咧表現係相對理想，就唔使跟住個市跌咁多嘅，包括中移動啦嚇。業績之後咧，股價一度係做好嘅喎嚇。不過咧，當然臨近美市咧，又再次有啲沽壓咧，變翻要係偏軟收場嘅。最緊要睇好咧，就係中移動嘅 AI 雲嘅前景，提高目標價到103蚊啦。佢哋公司咧舊年個雲收入咧，原來按年有2成升幅咁多，主要咧管理層都話係受惠 DeepSeek 嘅推動嘅。算係咁嘅咯喎 ，Patrick 係咪啊？唔係好使跌啦，又有 AI 概念啦。但係咧，當其他 AI 股都唔得嘅時候，你攞翻 AI 出嚟講支持中移動，又好似有啲吊詭喎，係咪咧？但係我諗中移動啊真係穩陣嘅，個業績你睇得到係即係一貫以往嗰種嘅穩定性好高嘅股份啦。即係當然你又唔會期望佢個業績突然之間話會有啲咩爆升啊，又唔會㗎啦。即係我諗你話每年維持一個單位數咗緊嘅增長，咁我諗應該嚟緊都係會做到嘅。咁但係個情況當然要留意一樣嘢，就話即係好多時買中移動你都係講個息率啦。咁而家你睇翻佢個預計息率其實講緊6厘幾，咁6厘幾你話吸唔吸引就真係
係見仁見智啦。你相比起以前係啦，以前7-8厘嗰啲年時間，咁梗係低咗啦。但你相比好多股份就 O K 嘅喎，咁所以我諗就睇你點睇啦。但我諗個情況就係嚟緊中移動啦，我傾向都係會繼續股價會喺呢啲高位附近咧喺度即係浮沉為主嘅。你話喺呢位再升好多咩？未必會住啦嚇，因為始終正話提啦，個息率落到6厘度啦嘛，咁就唔夠之前7-8厘咁吸引啦。咁但係你話個價要真係坐翻落去咩？除非個大市真係跌得好多，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覺得佢應該喺80零蚊啊，即係80至90蚊啦嚇，呢個區間之內應該喺度浮遊住嘅機會係比較高咯。如果唔使點跌咧，喺個市跌嘅同時咧，已經表現當然就相對跑贏，亦都係咧可以起碼補翻住個本咧，唔會一路輸落去先啦。同一時間呢，今日見到個市咧就係落嘅時候咧，有一類股份成個禮拜表現都相對理想㗎啦。不過雖然今日咧回翻啲，仍然咧成個禮拜睇咧有啲交到貨嘅，包括係啲藥股啦。嗱，睇翻工信部咧就準備推出咧係專門呢個出台中藥嘅高質量發展相關配套文件，個別咧有啲炒作嘅，包括現代中藥集團啦，而家升緊4%啦，同仁堂、美市都有1%個外嘅升幅嘅。不過白雲山呢就要跌翻大概2%到啊。喺呢啲時間跟進下呢啲好耐冇諗過嘅股份，突然間有啲消息撩起，喺個跌市當中係咪相對容易啲受到大家資金嘅注目嘅呢？都好兩睇嘅啫。其實你睇而家你版面呢幾隻咧，係得第二隻係升得多啲啫嘛。其他嗰啲嚟講咧，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好升，有隻仲白雲山仲要跌。咁即係話，就算你有時有呢啲所謂政策消息出到嚟咧，而都唔一定話真係有好大嘅炒作喺度。咁我諗都要睇下嗰啲政策細節係點啊咁啦。咁同埋我諗另一樣嘢，就算你話政策出台都好啦，咁係咪代表話從事相關業務嘅一啲公司，佢嚟緊嗰個盈利表現就可以大躍進咧？其實呢個都係要再觀察嘅，即係所以變咗嚟講，我覺得就你可以投機性咁去作為一啲嘅短線嘅選擇嘅，但我傾向就保守少少咧，就睇定啲咧就比較好啲咯嚇。好啊嚇！講到咧呢個禮拜表現好嘅股份呢，當然要數下藍籌榜呢，截至大概3點零鐘嘅時候，全個禮拜嘅表現啦。排頭位有新奧能源2688啦，即係藥明康德都唔錯嘅。望翻呢升幅呢，全個禮拜計都有大概4%到啦。另外隻漢森製藥呢表現都係類似嘅。記得呢早幾日啲藥股呢其實都升得比較急少少嘅。喺跌市當中，藥股會唔會係即係令人亮眼啲嘅選擇呢 Patrick？我諗之前有一陣係嘅，你睇好似陽明系嗰啲咧都升得比較犀利嘅。不過你見到近日走勢開始咧，都係有啲即係高位慢慢褪翻落嚟嗰個情況。你睇翻而家啦，即係2359啦。嗱，雖然你話比對上個星期五咧，仍然都係有個上升喺度。不過你見到近期其實嗰個圖表形態咧都係有少少見頂回落㗎啦。咁而家問題就睇下嚟緊下個禮拜咧會唔會補翻呢個裂口啦。同埋即係呢一陣有少少炒上嚟呢啲股咧，我覺得都係有啲係追下落後啊！啲資金一個輪動嗰個情況嚟，實際消息面去睇咧，又唔係覺得話有啲咩特別嘢咁，所以我覺得就要留意咯。如果個大市開始真係步入一個調整咧，呢啲追完一陣落後嘅股份咧，應該有機會都係要跟翻個市先嘅。係啦，未必就係話之前升開咧，呢一陣都可以維持住強勢啊嚇。始終個市咧有少少轉勢，大家咧喺望啲唔同板塊嘅股份咧，可能都要格外留神先得。好啊，呢個時間咧睇埋就係個港股啦，美市收市嘅點數啊，最終要跌咗530點，落到23,689點。不過比起全日咧600幾點嘅跌幅咧，明顯係有啲收窄㗎啦。四大指數咧都係跌啦，仲要留意埋個總成交，再進一步增加去到3390億啊，應該都係咧至少個兩個禮拜咧未見過呢個咁高嘅成交水平啊，可能反映住個市沽落嚟咧，臨尾市嘅時候咧，大家都諗住先走貨都唔奇。可以睇埋咧就係個恒生科技指數啦，美市咧係跌咗超過3%啦，做5639點，係跌咗196點嘅。講咗咁多咧，都要幫下觀眾先啦，喺跌市當中點樣部署啦。黃太喺電話旁邊嘅，黃太你好。對唔住，應該係黃太係一個Apps 問題嚟嘅。阿里巴巴佢想問隻9988啊，跌咗落嚟咯，有啲咩可以買喎？咩位去買嗱？我諗阿里巴巴咧就上到嚟之前140幾蚊嗰啲位咧，開始嘅估值上就唔算話真係特別平。咁我諗即係話俾我哋聽咧，之前可能升得比較急嗰陣咧，就暫時係過咗啦。咁嚟緊方面要進一步向上突破咧，可能就要睇下未來嗰啲嘅發展啦，譬如業績啊、AI 相關嘅嘢啦。咁所以你開始係進入調整嘅。咁同埋你睇個走勢圖方面咧，你見得到咧，其實佢就已經係跌穿咗即係10天啊、20天線啊呢
呢啲位又係轉弱咗噶啦。咁如果你真係要睺咧，我覺得咧你留意下呢個位啦嚇，拉翻條線過嚟咧，大約係124.5附近到嗰啲位。咁呢啲位你睇下有冇機會就如果真係個價落到呢啲水平嘅，咁你可能就即係買住一注先咯，我會覺得咁講啦。即係你唔好太過大貪一次過擁晒啲錢落去，可能買住一注先，因為睇定啲睇下佢究竟調整完成未啊嘛。所以我諗你可以睺124.5呢個位，咁啊到時真係買咗嘅，咁你上邊就睇翻住之前145蚊附近啊嗰啲做嗰個即係目標位咯，咁樣做一個部署。所以而家你可以睺一睺低少少再算嘅。問多一句啊，係咪呢個市況調整緊呢？尤其是之前啲強勢股都真係可以奉行呢個分段買入，逐啲買嘅一個咁嘅策略咧，睺低逢低就買進。嗱，我諗呢個有一個問題，大家要考慮咧，就有上一次我哋提到，究竟而家啲資金係開始係褪走啊，定還是純粹係獲利回吐低位再買過咧？嗱，呢個比較重要，即係話我哋要留意住咧，當個市調整得差唔多啦。嗰個成交方面個情況，我哋之前一直都提到啦。如果個市開始調整到咁上下，回升翻嗰下，我哋見個成交冇同步增加咧，就即係啲錢走咗。咁啲錢走咗嘅話咧，你就唔應該買嘢住嚇。但係調翻轉講，如果個市開始調整差唔多，回升翻個成交同步增加，即係啲錢未走啦，你就到時可以進取啲。所以我諗個關鍵點咧，都係要睇翻嚟緊嗰個資金嘅流向啊，究竟係咪仲喺香港呢度咯？好，睇實啲資金流向。好，仲有觀眾咧，楊女士喺電話度嘅。楊女士你好，兩位主持你好，唔該，我想問李寧啊，2331，我呢就19蚊買咗嘅，咁一跌到呢個位呢，咁我想問佢前景點樣啊？要咩位止蝕，同埋上望幾多，同埋有冇息派？唔該。好。嗱，你話應唔應該止蝕咧？嗱，我諗咁講啊，你其實之前可能個價其實都上過去19個半啊附近呢啲位嘅，咁我諗近期慢慢咧又係回翻落嚟。佢個本身咧李寧，我覺得咧佢最壞時間應該係過咗嘅，咁個估值上其實都唔係話太過貴，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有持貨能力嘅話咧，我覺得你可以再揸多一陣再睇下啦。咁你話真係穿咗啲咩位先需要小心咧？我自己大約啦。就會留意住，可能係講緊係即係16個幾嗰啲位附近啊，大約係16個半到啦。如果跌穿咗16個半嗰啲位咧，我就先至會考慮去離場。所以暫時你可以揸住佢先。咁反彈上去咧，我諗如果呢一陣咧彈翻上去咧，可能都係望到去18個2啊、18個3附近到嘅啫。嚇，咁我諗你先睇住下邊個位緊要啲啦。16個半，如果唔穿就繼續揸住先啦。好啊嚇。另外咧就係可以留意埋 Apps 嘅問題啦。阿梁太 send 個 Apps 嚟咧就係問隻小米1810啊，佢就話咧56個6買入咗嘅，前景係點樣？點樣部署？前景就應該亮麗嘅，咁好多憧憬仍然喺度嘅，即係車啊、AI 啊、手機啊呢啲咁嘅嘢啦。問題只不過係個估值咯，又係去到差唔多之前60蚊嗰啲位咧，其實都幾貴下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就要留意住啦，同埋就做翻啲風險管理啦。如果嚟緊20天線嗰個位大約係53個9啦，跌穿嘅話咧，我相信就有機會回深啲咧，可能要去到成50蚊嗰啲位都有機會嘅。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想穩陣少少嘅，咁你20天線打穿咧，就可能走一走先就會好啲咯。好啊，仲有位觀眾咧，陳小姐咧就 send 個 Apps 嚟，想問隻762聯通啊，啱我哋都傾過咧，中資電信板塊啦，佢就話咧9個2買咗佢啦，睇翻前景同埋目標價、止蝕價係點嘅，其實都唔係爭好遠啦。今日咧個市咧尾市佢上翻嚟少少咧，喺8個9毫4啊，同佢買入價都幾近喎。係啊，其實就可以暫時揸住佢先嘅。咁我諗如果你話真係要擔心嘅，可能你跌穿咗大約係我諗8個9附近，即係現價差唔多㗎啦。如果跌穿8個9真係守唔住咧，可能先考慮走啦。上邊望翻上去，你初步都係睇翻9個半附近到啦。但留意咯，佢嗰個預計嘅息率方面咧5厘幾，就唔夠中移動吸引咯。好啊嚇！成個中資電信板塊咧，係咪都係9410線嘅？其餘兩隻咧，稱落去好似個穩定性又唔夠，增長咧又可能麻麻地，甚至係個股息率都會弱啲喎。其實我諗，如果你睇中資電信股咧，我傾向用個股息率去選擇，即係如果邊隻高啲，揀邊隻會好啲。咁我暫時都係覺得中移動係吸引啲嘅。好啊嚇！今日咧另一隻嘅中資電信股中電信方面咧，股價偏軟咧，跌咗4仙咧，最新係收報5個8毫9咧，跌咗0.6%嘅嚇。好啦，講咗咁多咧，先請教翻 Patrick 有冇話咧揸住我哋傾過嘅股份呢？冇持有嘅。好啊，咁多謝你啦。咁我哋